2025年將臨期，每天讀經。弟兄姊妹，今日係12月20日，讓我哋繼續喺每一日將臨期嘅讀經裏邊與主相遇。今日咧同大家讀嘅經文咧係約書亞記21章，原本咧選取嘅經文段落係27至45節，因為經文比較長，所以咧我會選取36去到45節同大家去分享嘅。約書亞記21章36節，又從流便支派的地業中，給了他們比色和屬城的郊野，雅雜和屬城的郊野，基底莫和屬城的郊野，米法押和屬城的郊野，共4座城。又從迦得支派的地業中，將基列的拉末，就是誤殺人的屠城和屬城的郊野，給了他們，又給他們瑪哈念和屬城的郊野，希實本和屬城的郊野，雅謝和屬城的郊野，共4座城。其餘利未支派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孫，按着宗族拈鬮所得的，共12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業中所得的城，共48座，並有屬城的郊野。這些城四圍都有屬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這樣，耶和華將從前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地，全賜給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為業，住在其中。耶和華照着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安。他們一切仇敵中，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把一切仇敵都交在他們手中。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都應驗了。今日嘅經文呢，係講到神吩咐以色列各支派裏邊分到唔同嘅地當中嘅唔同嘅城，去分俾喺分地裏邊冇分到土地嘅利未人，而利未人總共呢係得到48座城嘅。讓我哋今日呢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都可以思想一下，今日有啲乜嘢我哋係從神嗰度去領受嘅呢？上帝供應或者係上帝賜俾我哋，而今日又喺我哋呢啲從神而得嚟嘅嘢，我哋又有冇按照神嘅吩咐去分翻出去俾一啲上帝希望我哋去分享嘅人？願意呢，我哋有一啲安靜默想嘅時間。今日嘅每天讀經嚟到呢度，希望呢喺我哋呢段日子，每日我哋都抽取3至5分鐘嘅時間，讓我哋喺將臨期透過每天嘅讀經與主親近，祝福大家。